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喇嘛尊者在藏历正月15开示佛陀本身故事；藏人行政中央谴责中国政府对西藏德格和平抗议民众实施残酷镇压；第9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在布鲁塞尔圆满闭幕。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在比利时出席第6世公汤仓仁波切传记发布会。司政边巴次仁向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藏人民众发表讲话。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代表年度会议在比利时休一召开。澳洲维多利亚州议会举办展览暨藏历新年庆祝活动。副议长卓玛次仁为西藏博物馆举办的藏人为何自焚展览活动揭幕。驻澳洲办事处举办藏汉青年茶话会，在新生代间建立友善往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2月24号藏历正月15神变节之际，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向数千名各方信众开示了佛陀本身故事。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在这个面临巨大动荡的世界上，重要的是要明白愤怒、骄傲和傲慢会造成精神上的不安。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人在伤害他人，他们可以从慈悲的教诲中真正受益，而这正是我们所保留的传统核心。我们将教义付诸于实践，使这一传统得以延续。我们的中国朋友承认，藏人从根本上讲是心地善良的。世界上的情况可能会改变，但心灵的平静永远不会改变。在结束讲话后，尊者带领与会僧俗信众念诵瑜伽心咒，最后按照神变节的惯例，尊者向与会信众开示了佛陀本身故事。约8000名来自印度各地的藏人、喜马拉雅地区人民和各国信众参加了当天的法会。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和支持西藏人士对近期中国政府将抗议当局在西藏德格县境内修建大型水电站的1000多名藏人拘捕的消息感到震惊，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拘留的藏人，尊重西藏人民的权利和愿景。该建设项目将迫使德格县境内汪堆村、西巴村的2000多名藏人迁移，并将完全淹没德格县和江达县境内的汪堆寺、迎南寺、康多寺、绕登寺、贡萨尔寺和扎西寺等6座历史悠久的寺院。这些寺院珍藏着无数珍贵的佛教文物，其中的汪堆寺和迎南寺内藏有源自13世纪的壁画，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及艺术的价值。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政府近期正式启动西藏德格县和江达县交界处的金沙江水电基地上游川藏段低级开发的龙头水库电站、钢托水电站的建设项目，并强制要求德格县和江达县境内的钢托镇和汪布顶乡的数千名藏人搬迁。当地藏人在得知这一计划后，于2月14号开始相续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呼吁当局停止这项工程，但遭到大批军警的镇压。1000多名参加抗议活动的僧俗藏人遭到拘捕。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对此表示，中国政府近日对德格县藏人民众非暴力抗议活动的镇压，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共当局无视藏人权利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接受的。这种镇压行为表明中国将其意识形态和利益置于人权之上。因此，我们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拘留的藏人，尊重西藏人民的权利和愿景。
西藏人民议会也发布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捕藏人，立即停止水电站的建设项目，并尊重当地人民对该地区任何项目的意愿和愿景。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5届会议在本周一召开之际，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的45名成员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西藏德格县藏人的镇压。此外，由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召集、伦敦西藏之家信托基金会资助、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洲分会协办的为期3天的第9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于上周日2月25号在布鲁塞尔的松恩酒店圆满闭幕。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苏南丹培、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法国西藏问题国际资讯组织主席、参议员尤斯塔什·布里尼奥和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嘎玛曲英相续致辞，分别分享了他们对本届大会的见解和观点。议长康波苏南丹培在发表讲话时强调，西藏问题需要从政治以外的更深层次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影响到以慈悲和非暴力为基础的西藏文化的生存和维护。参议员杰奎琳·尤斯塔什·布里尼奥在致辞时指出，中国当局继续破坏西藏特性的3大支柱，即宗教、语言和文化。他重申将继续致力于在法国和世界各地为西藏问题发声。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在致辞时强调了第9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的重要性，认为本次大会象征着西藏自由事业持续相关性。部长感谢与会者多年来为西藏的自由斗争提供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来自全球42个国家的170多名各国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与流亡藏人领导层，在为期3天的会议上讨论西藏自由斗争的前进方向，并制定了相关行动计划。与此同时，在第9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闭幕后，现居加拿大的西藏社会及教育学家加洛博士和他的团队，为了纪念第6世公汤仓久美丹碑汪旭仁波切一生致力于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做出的非凡贡献，在历时数年的编撰后，于上周日2月25号在比利时修一为第6世公汤仓仁波切的传记进行了首发揭幕。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苏南丹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作者加勒博士、西藏人民议会部分议员、出席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代表年度会议的各代表，以及当地藏人民众出席了新书首发仪式。另外，司政边巴次仁在出席布鲁塞尔举行的第9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后，于本周二2月27号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首次访问，并会见该市的藏人社区民众。当天晚间，司政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讲话，阐述了中间道路政策、西藏民主的演变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工作情况。在结束演讲后，司政与荷兰藏人青年进行了互动交流，期间强调了西藏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生态意义等议题。第2天，司政接受了巴西 UOL 新闻网驻日内瓦记者加米尔·查德的专访。随后，司政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荷兰支持西藏团体和荷兰西藏协会联合主办16个荷兰支持西藏组织举行的午餐暨座谈会。司政对荷兰支持西藏团体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本周二2月27号开始，为期2天，在比利时修一的嘎举云丹林佛学中心召开了驻各国办事处代表年度会议。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
呼吁驻各国办事处积极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侵犯人权和迫害宗教和文化的行为，获得更多国际政要的支持。同时赞扬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迄今以来取得的成就。藏人行政中央驻全球各国办事处的11名代表、驻巴黎联络处协调员和驻南非办事处佛学导师，以及外交与新闻部增设秘书长丹增列谢和郎杰才汪等官员出席了为期2天的会议。另外，在维多利亚州藏人社区的领导下，当地藏人自愿游说小组的成员和维多利亚州立法议会绿党成员萨姆希宾斯于本周一2月26号在维多利亚州议会大厦组织了一场展览暨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主要嘉宾维多利亚州议员萨曼莎·拉特南博士和议员蒂姆·黎德应邀出席活动。他们在致辞时赞扬了藏人在中国加紧对西藏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进行迫害之际，为保护其独特的文化遗产所做出的努力。维多利亚藏人协会主席夏东桑珠向与会嘉宾赠送载有达赖喇嘛名言的唐卡，并感谢该州议员们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与此同时，为了纪念西藏东部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扎柏自焚15周年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博物馆于本周二2月27号举办了题为“紧迫问题：藏人为何自焚”的临时展览活动。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应邀为展览活动揭幕，并参观了图片展览。副议长卓玛次仁在活动上回答与会印藏媒体的提问时，着重强调了自2009年至今上百位自焚藏人所表达的诉求，即抗议中国当局对西藏人民实施的打压政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本次展览活动上展出了上百位自焚藏人的遗愿，并以地图的形式展示了西藏3区的自焚地点。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为了促进藏汉新生代间的友善往来，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于上周日2月25号联合中国民主联盟在悉尼地区举行藏汉青年茶话会，获得20多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当地藏人社区青年的积极参与。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瓦桑姆在活动上发言时强调，该活动旨在为藏汉新生代青年创造和平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话认识彼此文化之美的同时，了解藏中两国在历史上的关系，以真实的历史消除彼此间的隔阂。茶话会主持人中国民主联盟主席钟景江博士和悉尼藏汉友好协会主席张朵朵也致辞赞扬与会青年们积极参与的心态，同时鼓励他们继续参与有益于建立双方信任的类似活动。当天的演讲嘉宾还包括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教授、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前联络官洛桑尼玛。他们分别就中国和西藏的近代史、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年轻一代肩负的历史责任为题发表了演讲。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